也很多年来出现一对新的名词，叫做半农半 X。如喺一片当中得到安全的粮食，另一方面做是得发挥专长的工作，从固定的收入也建立同社会的连结。对日本作家杨坚出记写书收结过后，开始有许多人梦论而过安尼的生活。2009年，喺他提台80多年嚟嘅罗新高、朱万军两公婆，隔天都转去故乡君临。一方面中平常时需要嘅青菜水果，也实现伊能对烘焙嘅兴趣，加得简单嘅炒烧肉，做简单的汤，过论回归本质的平凡生活。当初时头，配到金黄的欧式面包蒸出来，太门都还蛮开，只要按下就定来。面包唔多，掺有3种的口味。对调解员朱万军来讲，佢哋作为面包，唔系尽量来满足人客，系要做自家想要的面包，卖本好嘅人。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做的是简单的面包，简单的面包，那就是我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喜欢我面包，知道我在怎么做它的一个面包的一个族群。应该很好吃，怎么好吃法？里面很 Q， 外面很脆。佢讲嘅简单，一组黑面包肚、粗脱面粉、橄榄油、切切嘅发酵，料位度加热嘅葡萄干、胡桃，一系自家种嘅番瓜、五味以外，仲冇加加任何其他东西，也冇用天炉嚟拍，係用小炒嘅油嚟拍。我觉得啦，食物本来就是要去吃它的原味。如果你真的加了太多的人工的添加的东西，你吃不到食物原本的清香。包含面包，其实要有它原本的面香。当你多样化变成你，比如说五谷杂粮好了，那我现在也舍掉五谷杂粮，因为五谷杂粮里面如果是五谷或是十谷的话，你的来源就变成10种的源头。那我今天简化到我只剩糙米的时候，就只有一个来源。那我糙米我就可以很好的选择说我要去吃无农药、无肥料的自然的栽培的。我特别托过，这些颜色都是交流朱万军两公婆做的面包，本单做些自家爱食的，因为朋友也好，才开始多做一系列来卖。大礼拜固天、拜3、拜6才开业。因而也唱出500、8個面包無味就無味，佢哋唔想咩亂貼自家食法。我哋冇法度做硬刀啦，我哋兩沙做嘅，你嘛咁講做到間多，做到甜甜，你嘛唔係生法，係啊，生法唔係緊做存錢嘅事情啦。兩公婆本來喺台北食飯的20年，做飯店。看到一多人因为食的问题冇睇嚟抗拒，故所开始关心平常食的东西的来源。韩国唔愿意继续过无限的都市生活。2009年，佢添搬转新竹君临落户。在台北花店接触了这么多的 case， 然后朋友周遭的这样子相继的一些事情发生。让我们觉得说有些事情不是等你在计划规划当中，所以该做的想做的就马上去做。到落到咱度就當快樂嘅事情啦。咁就得看到哎呀，做得現實那些，該做那些，轉到落戶過後，佢到超人入以來，意識等40節。聽說做農嘅經驗，啲落戶嘅田球學，種各種嘅青菜果子。不過，佢哋冇繼續上一代人嘅慣行農法，改用自然農法。當二兩公婆做啲活鹽盒，要講用哪嘅整理等將從菜園度摘下來嘅青菜，供飲幾粒嘅雞卵，就做出抗缺冇問題嘅食物。因为我有种植，所以我知道这个作物应该怎么生长，什么叫当季的食物这样子。然后你应该要吃当季的食物，新鲜的食物，最短的距离，那才是
OK 的食物。了达不是有种七连叉，七连叉，所以朋友來希望喺都為你講，你好高嘅地方哈，好注意唔好丟到，有的東西你唔好注意是丟到了七連叉是貼草到了地板，香港了地板嘛要撲好。厝嘅上檔都腳一條硬角，唔認真一潛，係依難潛到作物。上分貼最終係幾百種嘅作物。主辦員講，一條都係唔係拿來賣嘅，唔是瀉藥嘅，也係屍皮垃圾做好嘅。我種一批裡面，我們是覺得大自然會吸收掉一部分，可是還是會有剩餘夠我們使用。那麼多的作物其實夠我們輪着吃，所以我們不會覺得說一定要農藥肥料這個去餵養它。拉出後，最記一條共同嘅信仰，因為安樣一條無特別相愛物嘅東西，唔愛個味道切也無限。生活所需嘅像係小菜嘅油、水煮、天奶表，都係用自家松樹而做。我們從台北不景氣開始，我們一直在過減法生活，從去除那個有線電視到連電視機都沒有，慢慢的一些不需要的，我們就開始減去，就不使用，這樣子發現到，哎，這樣簡單也能過生活，也能過很好的、很有品質的生活。就是因為不方便，所以你會學會，你去找到方法，你會運用你本身的技能去謀生的。就像我們敲敲打打這一件事情來講，或者是搬這麼多的石頭進來的意思一樣。因為我需要，可是我沒有錢，所以我有了能力，我會可以用我的勞力去時間去換這些石頭搬進來。事實上，其實爭轉到故鄉嘅時節。有1年半嘅時間無任何嘅樹葉，為了過世界上愛過嘅生活，要做嚟為世嘅樹葉，再賣麵包來打拼，過不將愛嘅開銷。我們早餐是習慣吃的麵包，我自己手做的麵包點心的，所以就多做幾個這樣子。所以我們的麵包是也沒有多，就是我們自己之外有多一點點。夠我們生活的部分，這樣子去分享而已。故所一片一無像一般看到嘅麵包店，單純淨係賣東西天天。佢哋一老年客分享，佢哋生活嘅想法，有啲人一面一樣開始學佢哋。他們的生活啊，包含他們的食物，其實也都很簡單。對，那其實這個是比較吸引我的地方。也經由他們這樣的生活，其實還影響到我。我最近我也開始在學着做麵包，也是因為他們的那個方式，讓我開始去規劃自己以後，我會想說我應該要怎麼樣去做。我們沒有那麼大的宏願，說要幫助多少人之類的，但是過好自己是最基本的。如果是說每一個人都過好自己的，那社會上也不用那麼多人需要說去幫助，需要人家幫助。田盲講，路線高出嚟貨，點炒嘅小炒嘅油，做飯卷塑造溫暖嘅麵包做出來嘅，無限過後，坐啲一條客，食定點心，四杯茶，聊一下要轉到菜園度，開始無限三餐，按簡單嘅生活，做起幾一條所有嘅食材。